咱对即礼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一年度，咱要用一首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，来开始咱一年中间讨论上帝的心。愿这首诗歌成做咱的欢喜，愿这首诗歌成做咱的心声，愿这首诗歌开启咱学乐的大门。做伙来念快乐快乐。 愿上帝伫咱2018年的中间，搁一摆对头手术，上帝的听大大彰显伫咱的心内。上帝所竞选的人，毋是伟大的人；上帝竞选的人，毋是完美的人；上帝竞选的人，是欠缺、无够格，总是愿意谦卑，求赦免伫上帝的面前。咱做伙来念，上帝听他怎会听？ 上帝听我传的呀我，我的心渴望，愿我的理想快乐，和我的困惑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。 那清醒我。
帝听我，嘛毋是因为伊有赏赐我所有一切人所欣赏的好物。上帝听我，是因为伊知影我伫卑微无够遐的中间，有缘会当受拣选起来，成做服侍伊的器皿。咱今仔日有要奉任两位长老，事实上要奉任做长老，毋是真简单的事。因为你过来，你所要看见的，不止你爱看见人的需要，做一个长老有压力，嘛爱看见上帝国的需要。今仔日伫即个中间，长老奉任愈济，会众的责任愈大，因为你必须爱互遮个长老，诚做少，诚做跳。然后徛伫人甲上帝面前，互人伫即个中间得到造就。要愿意做长老，我感觉比做牧师更加困难。要愿意做长老，互人看见的是真大的责任。总是今仔日咱感谢上帝，因为咱会当服侍，会当做，毋是因为咱外貌，是因为咱确信上帝听咱。来，搁来读一摆。上帝听咱哈利路亚，我的心都活泼，愿我比你受苦的人，我那一苦吗？你我在所行的救主，那千辛万苦为你的报酬，为报酬所交托的，为报酬你我的罪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感谢。因为你无看轻阮，你无看阮是人中间至微细一个，总是你愿意使用阮。主，阮伫遮每一个人要搁一摆摆列阮的心意，恳求你使用阮，对牧师、长老、同工教职会友。主，求你，互阮的教会伫新的年度中间来看见你的荣耀临到伫阮教会中间。主，我要学了，我毋要大声学了。囡仔有迄气的，拢要起来学了；囡仔万米有活命的，拢要起来学了。主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诚做学了的教会，诚做学了的团体，诚做算效力稳定的一群人。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高举，愿阮学了你的名，对即时到永世难不煞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万米三甲自七欢喜，请咱做伙起立。万米三甲自七欢喜，我了上帝这声音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真爱有强有智，创造天地。亮亮。